荧幕截图，然后用智慧镜头转到图片里面的字变，可以复制贴上。选按文字，可以听哦。晚上10点33分，96年，地公活老师慈悲，有人一生下来就有很大的福报，有人却没有，这就是因果。既知人生有因果，就应修善因，但修道并不是只要叫我们修善因、结善果而已，最重要的是了脱轮回不迷昧，不做轮回种子。当你们有善心时，看什么都好；当你有恶念的时候，看什么就都不好。所以遇到事情时要留个空间，好为大体着想。好，为大体着想。你是不是希望你这辈子都永永远远的平安？平安。反正你走入这个道场，为师不会亏待你的。为师。有1分的苦心，就有1分的收获，这是天理啊，不变的天理。有耕耘就有代价，但人难免还是会有求人之时，所以平常要养成帮助别人的习惯。你有困难时，人家才会帮助你啊。你平常不布施，一旦你有困难，人家会救你，会帮助你吗？不会的啊，因你自己都理亏了，如此怎能获得平安的人生呢？爱。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3施并行，福慧双修，就结善缘就修福的，研究真理修慧了。人生大事啊，求真理要求一贯道三宝心法，求智慧呢，求生存，就是要有福报，要有布施，要有种福田呢。求真理，求生存，按权限，按复制文字，然后到便条纸，便条纸来贴到那个便条。来看看这个字比较大，看看这个字比较大。这你看看呢，谷歌智慧镜头有扫描功能，这个字还大部分都对了，可能是标点符号或者断句啊。要互助了，所以说平常就要能够帮助别人。